风台环流甲东北季风影响台湾的东部、北部是淡糊糊，尤其是山区落雨量更加是惊人。天气风险公司讲，宜兰南澳乡的西雾山10月份的累积雨量有4574米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，有机会变成台湾头一个年雨量的纪录超过1万的所在。 山区直直上大雨，大水直直冲，造成宜兰大东乡道路放弃。10月受到风台环流、东北季风形成的强盘效应影响，或者方面的东北部降雨量真惊人。10月份全台测站的降雨量第一名宜兰西毛山累积4574毫米，创下历史新高。第二是宜兰西竹山，刷落来是8次擎天，前3名宜兰就占8名。那尤其是在西茂山这个车站的话，配合了一些地形的因素，宁夏台风。 公办效应的影响，上个礼拜有热带性低气压，也是一样带来了蛮多水汽，它是迎风面。那再配合地形效应的话，就会造成这个地方比较大的量。2018年西台西毛山测站降雨量主要来自西南、东北2大季风系统。目前今年年雨量已经达到9527.5毫米，可能变作全台头一个年雨量破万的地区。西茂山因为这个测站它本身只有5年的历史资料而已。 那我们通常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气候特性，可能会需要30年的资料累积。气象局表示，未来1礼拜受东北风的影响，宜兰县有望有落大雨的几率，提醒民众出外，要是会记得在雨伞撇面前往山区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